捌一年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美酸甲蜜甜。大江的舞，爱写落舞，做伙来舞，音乐才舞。大家的舞，音舞情舞，看你来舞，做伙跳舞。伊是日是双水我6七8点。我熟悉，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咱的老的节目。做伙来，各地各种也是爽，够看让人知。一定食海产，我也想摇滚。其实我是大学1年仔的时阵开始写台语歌，原因可能是自细汉互阿嬷带大汉的，啊，伊袂晓讲国语，所以我就豆豆仔讲。你伫人生在世，会拄到足侪你无想要发生的代志，但是拄到啊，就是拄到嘛，你一定爱该处理嘛，就是人在江湖啊，身不由己嘛。讲过话，经历的一切，行过的乌之送，目笑我脚紧放过。谈一嘴诗，听一段音乐，咱的语言有意，咱的歌有澎湃。台语歌有绵软过日的歌水，啊嘛有厝边头尾这种的人情味，就亲像生活内底满世界充满气味的声音。欢迎收看《海味61号》。大家好，我是苏艾克，一个做料理一定爱配歌听的总破塞。我最近呢学台语学到应该算骨力啦吼。我嘛好奇讲，大家是安怎开始讲台语的？今日呢，就来加啊细细顺续探听一下，大家是什么时阵开始讲台语的？行，请借问一下，你敢叫会记得你一开始是什么时阵开始讲台语的？台语啊，阮出世就会晓啊。我都出世的时咧讲台语的较济啊。厝内底敢会讲台语？厝内底拢讲台语。你敢会记得你教过什么台语？自细汉大汉定听一句话，叫教死囡仔。爸爸妈妈因就是拢讲台语的啦，啊，毋过出去外口，我听囡仔拢讲国语。你敢会烦恼讲，即马少年人啊，拢较袂晓讲台语啊？啊，都一直嘎嘎，一直嘎嘎。时代潮流就是安尼啊，就是你天生就是这个环境，大家拢讲台语就要讲台语啊。啊那一寡少年家啊，你想要互因学台语，你怎开始？你有啥物建议无？这一寡台语歌就有一寡台语啊。叫着我，叫着我，黄昏的故乡不是在叫我。破声爆出来！是这首黄昏的故乡，好听呢，好听呢。听起来，大部分的人拢是因为厝内底的士大人才开始讲台语的。啊，我今日呢，就熟悉一组少年家，因啊，都是因为阿嬷的华语讲得较无好，所以因特别去学台语，想要跟阿嬷来沟通。这组乐团呢，叫做悠悠，先来听看卖因第一条歌《裸女》。
欢迎悠悠这个哇，拢是少年呐，来到咱海味61号的现场。一开始想要借问一下，恁当初哪会好悠悠这个名？因为我感觉悠悠听起来哪像淡薄仔悲伤安尼，淡薄仔避暑啊，就情绪的。啊，不过你的歌其实听起来足轻快嘛，是安怎决定好这个名？当初悠悠这个团名是我甲金毛做伙想的，较简单、较古锥的感觉。但是真侪人听到阮的音乐，就会感觉阮甲阮的气质，敢若无共。啊，你头拄仔表演的这条《裸女》，其实听起来，我感觉跟你的人才像的啦，就是足歹安尼。啊，歌词内底写的迄个落雨天无穿衫的查某囡仔是咧讲什么代志啊？这个查某囡仔是啥？我是自细汉就住伫个较传统的家庭，甲较传统的庄脚。对，阮庄脚的查某囡仔就是自细汉到大汉，可能拢是为着别人的期待咧活，就是无家己的色彩，敢若无穿衫共款。所以我写这条歌是想要甲大家讲，其实这件代志会使合适，嘛会使选择。我其实若无听你讲，我唔知是这个意思呢，因为你若直接听这条歌啊，其实你个是足快乐的，对唔对？啊，不过其实是咧讲一件淡薄仔悲伤的代志，安尼。啊，恁当初是安怎决定台语开始写歌的哈？有啥物原因无？还是有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？其实我是大学1年的时阵开始写台语歌，原因可能是自细汉互阿嬷带大汉的，啊，伊袂晓讲国语，所以我就豆豆啊学台语要甲伊讲话。大汉了后嘛，开始介意着台语的电影甲歌曲。你敢有看过还是听过什么你足介意的电影啊、老歌啊这种的？我是看过一个我上介意的电影，就是杨靖伊老师导演的叫做《七只狐狸八只狗》。七只狐狸八只狗，这个电影名足特别着。是。啊，金毛咧，你有介意什么歌无？我是有听过叶启田老师的《爱拼才会赢》。哦，这嘛是真正咱细汉的时阵的古早味安尼。你有敢有？上介意黄飞的对对对。黄飞对你来讲一定是古早味啊！哦，谢谢。黄飞其实敢若是我细汉男，毋是？我嘛是算老大人啊！你敢有听过什么歌你介意的？陈升老师的《高虾哪遐》。哦，迄条我嘛真正感觉足赞的。啊，上后边呢，就是咱的嘟嘟啊，你有听过什么你介意的无？有诶无诶，大家来做伙，小酒你一杯，好得啦。谢谢嘟嘟的表演。
哦，拄则这条大白鲨，我感觉听起来就有电影的感觉，安尼哪像有人咧伫后壁咧甲你聊，啊内底嘛用到遮侪效果器，啊毋过我上好奇的是你内底有写着讲，忽然间甲墨西哥人靠北，你什么意思哈？你有咧介意墨西哥人？迄时阵就是常常看墨西哥的电影，啊就是一种 shout out to 墨西哥人，墨西哥人。你因主唱好你的口味真正就特别的吼。啊，这条歌是安怎写出来哈？那会写哪像一出电影的型？阮咧写大白鲨的时阵，主唱好你有互阮足侪画面加方向，对。基本上就参像电影的配角同款。但是大白鲨互人的印象是就可怕、就严肃的，就紧张安尼。对，那像要用夹起的型。对，所以运用较适合阮的方式，就参像来讲笑开同款。哦，我其实最介意你的歌词就是写甲遮溜安尼，感觉你是咧算音乐啊、算节奏啊。啊，你写歌的时阵，敢有发生过什么较趣味的代志？咱分享一下。在迄条歌《大白鲨》，有一句歌词叫做“夜夜做梦”。夜夜做梦，第一名就讲夜夜做梦，夜夜做梦。对，啊，趣味是啥物？就是阮大妹婿嘟嘟伊台语无好，啊，伊为我咧唱夜夜做梦。伊就是你咧讲华语就对啊。对，这单纯对哦。这就是嘟嘟。嘟嘟啊，像熊棒。呀呀最棒！呀呀最棒！谢谢嘟嘟，嘟嘟就是有机会啊，搁练一个台语一个啦。讲到这，啊，你敢过会记得你第一届写台语歌的时阵？我第一届写台语歌的时阵是大下一年的时阵，伫咧宿舍甲我的朋友做伙写歌，迄时阵就足介意伍佰老师。对。啊，即马看我就是感觉阮正正就是咧假票片。假票片，想要拍起啦安尼。即马无咧假票片嘛？我看嘛真拍，敢无？无。即马已经大汉啦。即马是温柔的男子汉。哎呦，温柔的男子汉！我早知听恁讲恁拄则做冰了尔。是。哦，安尼即马做冰啊偌久啊？4个月。4个月。才交啊。两个人最后的回答应该是真的。啊，好哩啊！我想要借问一下吼。若是会当互你讲一句话，会当代表你的人生贴下的话，你会选倒一句台语词？我家己是真介意，欢欢喜喜一天，欢欢乐乐也一天一句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会当甲阮解说一下无？就是我的个性就是看甲真开，就是拄到困难的时阵，我拢会期待我要安怎解决，就是证明。其实有当时啊，就是你人生家己的选择嘛，你会当选择讲你用什么态度去来面对这寡困难，对唔对？是。哦，其实我感觉你讲的这句话啊，嘛就亲像你刷来要表演今日上尾一条歌，就是平凡、健康、快乐安尼，欢欢喜喜嘛是一天嘛。另外一句是欢欢喜一天，欢欢乐乐也一天，也是一天安尼。啊，你当初是为什么会写这条歌出来？这条歌是咧讲啥？这条歌是我真介意我旧年的状态，迄种全新的状态，重视爱分量，就是我感觉生活拢是爱，只是阮无认真的看到，对，啊嘛是非常介意山海啊自然的环境，这歌词拢有写到安尼。其实上简单的爱，甲上简单的快乐，就是上平凡安尼就好啊。只是可能你无看到。也认真看，平常是无一定会发现。是，其实简单的物件就是上爱的物件安尼。是，跟你的歌词写会同款啦。什么是 love？ 什么是 love？ 啊，我刚刚讲，你其实有一个团员会当代表这个意思的，就是伊是一个大家人看到都会介意，大家人看到都会足开心的查某囡仔。咱来欢迎嘟嘟。喂。哎呦！哦！哎呦，成功了吗？耶！成功了吗，嘟嘟？哦，成功成功！感谢嘟嘟，啊嘛感谢悠悠今日来到这，甲咱分享恁对台语的坚持，啊嘛要拜托你继续坚持落去，用台语，互愈多的人感受到恁的温度甲力头。谢谢你，多谢主持人，多谢。
看健康快乐，不忘规定，心归改过。别看健康快乐，不忘规定，心归改过。大开阔的小天，世间大到美丽，顺顺遂遂等你发现了。时间无法控制，尽数有的一切，等到最后发现是咱。健康健康快乐，不忘规定，心归改过。大开阔的小天，世间大到美丽，顺顺遂遂等你发现了。时间无法控制，尽数有的一切，等到最后发现是咱。是上辈你所做的话，可能是咱，可能是咱，可能是。啊，花心我人想新鲜，本来是咱，本来是咱，本来是。总有的风慢慢来吹，可能是咱，可能是咱，可能是。吹走天气，吹走乌云，本来是咱，本来是咱，本来是。啊，还有一组少年人哦，因嘛是因为受到阿嬷的影响，才开始写台语歌。因呐想要写一条台语歌，给阿嬷去表达迄种袂好讲出来的思念甲爱。若是讲草纸的悠悠呢，是较活泼、较实验一寡；啊，这组呢，就是较定着，有迄种江湖的心思的味安尼。因的名呢叫做江湖流。吹啊吹，寒风吹着我的人生。飞啊飞，我的心头顶。飞啊飞，落叶飞过了红。我做过的面梦。闪烁着灯火的星红，心头总是定定，梦是我灵魂的背影。住伫海边的人，听着海洋着唱着歌，大船伫要离港，提起着我赶紧出航。
带着小无淡薄仔喜欢，毋茫我是你，自由勇敢的鸟只，陪你昏红的梦，犹原歹势无叮当，找着你的形影，然后点点徛伫你边仔，伫咧遐，伊伫咧遐。伫咧遮，我伫咧遮，歹势讲出的话，开着一蕊一蕊的粉红仔花。伫咧遐，伊伫咧遐，伫咧遮，我伫咧遮，讲袂出的话，变做今晚的风在吹。欢迎乐团江湖流来到咱海味六十一号的现场。我一开始拄听到江湖流这个名的时阵啊，我其实头壳就直接浮出来迄种淡薄仔像黑白电影，一个人满，一个风满，啊像你同款手一直起来亏心。啊，不过你的歌其实听起来我感觉真温柔呢，哪像无遮飘撇吼。其实这江湖流的名哦，是因为我自细汉拢最爱看武侠片。啊，迄时阵就想讲，这社会其实就是江湖，就有江湖这两个字来。啊，这流咧，流讲的就是音乐的气质，因为阮的音乐常常有融合足济台湾的传统曲调甲文化。啊，就是想讲要甲伊做较流行一个，啊，互较侪人会使听到，就有这江湖流。哦，其实是真正有意义呢吼。有意义的。啊，恁拄则表演这条暗风微微啊。听起来都是，那像恁歌词内底写的暗风安尼，互你感觉真舒适。安尼讲敢对？其实一开始是要写互别人的，毋是阮家己要摕来用的。哦，是安尼。对。迄时阵我就随找建林来写词，
我就写 Q。我有希望伊的书会再写较迄种巴沙罗巴有海的风景的感觉。写完阮就直听，愈听就愈感觉，这歌阮家己摕来用，敢袂歹。结果阮就家己摕来用啊。我真好奇的，恁当初是有啥物机缘吗？哪会合做伙用台语来创作？其实咱一开始是唱华语的啦。哦，是吗？对对。是因为有一个比赛，要唱台语的，阮就甲迄歌直接改成台语。你搁特别去改迄条歌，为着要去比赛，有得名无？有得名。哎呦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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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是有得名，阮才想讲，咱唱台语敢若袂歹，阮就继续开始创作较侪台语的歌曲。恁敢搁会记恁第一届用台语创作是啥物款的背景，还是啥物情形？你敢搁会记的？我第一届是伫我大学的时阵，迄时阵我要写一出歌戏的音乐，但我的台语虽然自细汉讲到大汉，就是袂练得。我就请学校的老师去纠正我的发音。你敢搁会记的？我应该是高中3年的时阵，当时阮阿嬷就破病，大汉年安尼。我就写一条歌要互阮阿嬷，因为迄个时阵状况无啥好，已经要离开安尼。这条歌我差不多是咧讲，我甲阿嬷有一寡误会，我叫是阿嬷无爱我安尼。伫迄个时阵伊就是老人痴呆，全世界拢袂记你竟然会记你我。我迄当时才发现讲阮阿嬷原来对我是遮尔济爱。我写这条歌就是想要甲伊表达讲，我嘛真爱伊，到我就歹势。其实嘛免歹势啦，我感觉阿嬷一定会了解你对伊的爱意啦，安尼。歌是着爱写，答案拢冷酷答，有啥人会知影我的心声？你一定有听过，有人酒过纸，也拼过性命。28岁的我伫这台北，我讲过话，经历的一切，在你的乌托摆，讲过山盟海誓，早是着送红花，爱你拢袂嫌多，讲着你一生只爱阮一个。28岁的我有影捌爱过。上尾后的半车，听着海上的人，才听见我的心声。我已经28岁，嘛也是孤单，活了袂开活，因为我也袂完成我音乐的梦。我讲过话，经历的一切，行过的乌纸伞，嘛笑我脚顶放过。爱你付出遐多，你说选择爱过，讲着你歹势爱着彼一个。28岁的我，捌爱过。
哦，恁草草表演的这条28岁我爱过，真的足赞嘞！我感觉你有唱出一种少年人想要拍拼、想要认真的感觉。啊，当初写这条歌，这敢是一个真的故事。这阮就要请建宁来欢迎建宁。好，这条歌写的背景差不多是我28岁时阵写有家己的一个礼物。啊，迄当时我的生活就是我一边咧做老师，啊一边咧写歌。啊，我想讲我人生有几段恋爱，当就是写出来。啊，我就把音乐当作是我的爱人，啊写一条歌送予伊嘛，送予我家己安尼。哦，啊，你感觉你敢有办法用一句话来形容讲这条歌？句话我应该会想讲用“迷茫”这个词，因为这个词是动词也是名词，是一个真水的词，是世人的代志安尼。哇，那会当规工在咧迷茫，那像嘛袂歹吼。系啊。啊，恁平常时间用台语去沟通？我平常是讲华语较济啊。台语较无认同。又甲我讲伊厝内底人是讲台语，所以罔听，啊不过我啥会晓讲。系啊。啊，毋过听有就对啊。啊，你咧，就像你厝内底拢讲台语吗？我细汉时阵，甲阮阿嬷、甲阮爸拢用台语，其实厝内拢用台语讲话，所以我会晓听嘛，会晓讲安尼。哦，啊，恁平常时写歌啊，拢是伫倒一个时间得到的灵感？是伫咧生活的时阵吗？还是食头路的时阵？我是对生活有较侪灵感，啊，平常时拢是咧暗时，就是我较安静的时阵啊，我心内有足侪想法，我就家写出来安尼。啊，你咧？你平常时拢什么时阵有灵感？我是爱看我的心情啦。爱看你的心情吗？我有一段心情好我就写，啊心情歹嘛写，啊我伫倒位拢会使写。啊，毋过我有听讲到，你其实有去用骗过是毋是？啊，我真正是互人骗过啦，因为大家拢感我足好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足好骗呢？伤善良啊。是吗？但是我想要讲，这工哦有88款，迄骗子就是其中一款。啊，迄时阵我想要换一组喇叭，啊，我就买一个二手的，啊，我钱就汇互人啊。想讲，哪会遮尼久？迄喇叭咱会拢无来。阮朋友就甲我讲，你是互骗，你真正是互骗。啊，我就去警察局报警。上重要是我去警察局内底，迄警察甲我笑1点钟啊。为什么？啊，就感觉我就弄得足好笑呀。因为平常时可能讲时代较定互骗啦。对啊。较少拄到这种少年的，也是去互骗。对，就感觉我真正唔知安尼啦。啊，刷来我就等于受写嘛，我就足生气的，我就随来写一条歌，想要改骂安尼。你就真正甲迄条歌写出来啊？对。安尼嘛算有价值啦。有价值啦。就亲像你头先讲的，江湖有800种，啊，乐团其实嘛有800种无同款的风格。你感觉你敢有办法用几句话来形容江湖流这个足有画面的乐团？我家己的形容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我真少听到20几岁的人在讲这种话。你当初是哪时听到这句话？因为我自细汉拢看《霹雳布袋戏》学的。甲厝内底人做伙看？对啊。哦，啊，这句话是咧讲什么意思哈？就是你伫人生在世，会拄到足侪你无想要发生的代志，但是拄到啊，就是拄到嘛，你一定要该处理嘛，就是人在江湖啊，身不由己嘛。拄到就是来面对就对啊啦。对啊。好啊，建宁咧？我应该会讲，是又川又温柔的龙珠吧。你规句拢咧甲我讲川，你到底是要川到民国几年安尼？为什么安尼讲？因为我会感觉讲，穿就是一个气魄，一个态度嘛。啊，不过阮虽然看起来是足气魄、足有态度的，不过我心内底嘛是带一个足温柔的一个查某囡仔，想要去面对这个世界。其实，阮你的歌内底就会当听出来这种感觉啦。其实足明显的，就是一种想要伫遐登向，登甲真飘撇，啊，不过心内底嘛是一个足温柔的人安尼。啊，上尾啊，恁经这条恁的歌《梅花鹿》，有啥物特别的考虑？啊，我听内底嘛是有一寡人字嘛，应该是你负责的部分对无？敢会帮咱介绍一下？这条歌是因为阮建宁足老人字的，所以阮就想讲要来写一条无奈的歌，无奈人生。啊，因为人字嘛，咱就会开始写足侪歌词，咱的故事就会使写较详细。对啊，这梅花鹿是安怎来？
就是因为咱有使用歌戏的传统曲调，所以梅花鹿其实是歌戏来的。对对，是名甲内底有一部分有用到迄曲调的旋律。啊，阮就想讲要 shout out to 梅花鹿。那为什么会特别介意梅花哈？因为其实我是做歌戏的乐师的，啊，这条歌咱定伫 M， 啊，我就迄时阵就向心内有这条歌，啊，就想讲要甲伊做出来。哦，我感觉恁的歌啊，真正是甲传统甲现代甲做伙安尼，啊，今日非常感谢江湖流来到咱的现场，上下边咱来做伙欣赏这条梅花鹿。人生就亲像是一场梦，梦中有你有我，有阮上喜意的风景。人生才拄开始。我徛江边，莫搁怨少年时，才要配汉字，歹命来讨，偌歹嘛残酷。我想拍档手电脑，强无啥物烦恼。阮公甲我讲，食人买一着爱拜树头，千万毋通家己爽，家己成功拢是家己熬。上水的风景，像梅花伫山顶，敢若知影毋惊寒天，毋知伊是感谢恁。出世的迄天，就注定像冥枋。我一生一世，毋忘带予爸母希望，亲像梅花，冬天也开花，只是毋知等到冬天已经可是可话。阿爸，请你毋通跳，我是认真在拍拼。阿姐，请你等着我，甲你友好做恁的伊我。原谅我是一个迷茫囝，我会记你梦的开始是有恁才有我。阮逐暗饮甲水茫茫，笑是阮是好命人。日头照甲赤炎炎，找无人生的意义。你讲打拼就会出头天，但是天时地利我拢无。这新鲜的生活无人爱的我，一世孤单。梦我是梅花，就算花谢落地，若是有迄天袂当讲话，这条歌证明花捌开过。梦我是梅花，就算花谢落地，若是有迄天袂当讲话，这条歌梦恁爱开花。吹吹吹啊吹，寒风吹着我的人生。花花花啊花，开我的心头顶。飞飞飞啊飞，落叶飞过了红尘。这这这啊这，是我孤单的宿命。迄天我来做一放着我的歌，安尼就好。梅花毋免太虚华，逐条来感谢朋友无夹甲时段，因为梦中有恁，才有可能有我。毋通流目屎，歹势我逐摆拢甲有命当作笑批，想要家己行一摆，若是行咧向前的心嘛，我做鬼嘛袂亏我。山顶的梅花，人希望恁会记得我。阮逐暗饮甲水茫茫，笑是阮是好命人。日头照甲赤炎炎，找无人生的意义。你讲打拼就会出头天，但是天时地利我拢无。这新鲜的生活无人爱的我，一世孤单。虽然讲今仔日拢是少年人，啊，毋过啊，台语啊，拢互因甲厝的关系佫偌较近啊。啊，伊嘛家己发展全新世代的台语歌曲。
悠悠呢，就亲像一个足高水的音乐魔术师，风格多元，毋过一听就知影是悠悠的歌。江湖流虽然讲这个名听起来若像咧社会走跳，毋过因是一阵重情重义的音乐人。今仔日真正是互这两组少年人感动到的，嘛互我愈期待台语歌刷落来的发展。我是沙爱克，海味61号，再会，拜拜。